家好啊，我係 Coco 啊。今日我哋呢個動作咧就係訓練斜方肌同埋菱形肌嘅，不過我哋係坐喺度做，坐一半張凳，隻腳90度踩喺地下，準備好橡筋帶未啊？你可以揸住4號仔同9號仔或者10號仔，個人嘅能力唔一樣啊嘛。首先背脊要直，坐直咗個人，跟住髖關節向前接，然之後兩隻手向前伸。記住唔好高過自己膊頭，如果唔係你就會縮膊㗎啦。打橫拉一下，橡筋帶有阻力，曲手踭向後，肩胛骨有擠壓感就 OK 㗎啦。推返佢出去，然之後放鬆，跟住我哋就重複做啦。每一組係12至20下，一開始嘅時候先做2組，到 OK 嘅時候咧就加到3組啦。希望呢個動作你會喜歡啦〜